欢迎收看《后上太上宫》，有法太上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土地總總股強下一樓後生人大在鼓了。唔是參加過社團冇，用英講讀書家下參加嘅社團係為咗培養兩套人嘅能力還有身體。當然出社會過後咧，參加社團係為咗交朋友，還有老師嘅生活嘅壓力降低啲哦。唔知大家校內種社團咧，今日邀請6個後生人老大家強下來分享幾多個社團生活，眾上分享。首先，老大家紹介就係葉蓉。Hello， 大家好，我係識參加過學生會，準備變做學生會會長嘅葉蓉。很傻氣哦！那學生會就加13年甜甜。冇，我都未識㗎。而家即刻從嘅冇。會長咪係機，會長咪係機，財務長咪係機。係你總的。高中兼中總係專業哦。呢就啦，小姐就係呢家。大家好，我係開起來呢出動從沙種嘅呢個。萬年開起來嘅出來。開起來啊！開起來嘅沙種面，講沙種好。好，謝謝。我要講吧。第三道啦，這個就係機械呢。誒，大家好，我係有清粉起吃行茶，清河外邊都吃行茶，沙種嘅機械呢。哦，沙種會漲絲啦。誒，會係會做哦，會做啊！大家真係啊，做得起嘛？做得起，唔可以自己嘅做。等下再來看做得起嘛。第三啦，小個就係好心。好，我係本選本學長係掉煙頭，結果本社團線上指定做副社長嘅好心啊！哎呦，副社長好用指定嘅哦。哎呦，好用你就會勁用啦，係啊，用到總得用字。咩意思啊？第三啦，這個就係阿比倫。大家好，係在高中業務社團，當年練跳舞練到學啲杜嘅理論，亂才講啦。係啊，應該係世界問題吧？這東西生反嘅。係啊，係幾怪問題啊！嗬。等下再嚟看到底係乜嘢問題。最尾老師嘅都係顏彥峰。大家好，我係高中以後以前就只有去同朋友搞樂團，後來本因為係學長嘅彥峰。學長好。係因為上嚟看路，係啦。呢場就得講。你阿丈夫係唔是講出來，用靠你做啲嘢。大家新冠讀弟弟時候咧，咁個家就講到嘛，要當然參加學生嘅時期參加社團係為咗培養冇平常去上課時即係好多東西，當然交朋友也係講學到兩套人嘅身體，有種兩套人嘅氣質嘅感覺。先來請大家分享，即係講你讀書家下。參加過嘅社團有哪啲好冇？阿葉蓉。好，我先人都分享。其實我係高中嘅時節參加下多嘅社團，從入嘅後嘅介過社，係後介過社，係都好搞。喺個戲劇社，喺個學生會。咁個解用時，我其實唔啲愛參加嘛嘅社團，所以我朋友上去戲內，我聽你戲咧，冇乜嘅想法錯咧。即係啱啱衝就錯咧。冇唔錯，咁個你係要熱演嘅，即係因為我高一嘅時節非常上去參加啲熱演社，係大社團咩？流行演啊。係，當然上去參加，所以我喺當正式。當認真嘅去參加啲主創嘅戰線，咁個冇半幾線到，咁個都奇怪啊！創意團，創意團，線到你未？咁個都奇怪嘅係冇半幾線到，肯做得去參加哦。該線嘛該預時，我是唔啲，所以我是參加1拜2拜，去當然啊，我結構呢係需要主創、選項、卡班嘅人。係按頭用係，還有助理嗬。助理啊！主創嘅處理，用為按當然去參加都當助理是錯咧。已經係劣沙。好啦，咁講啦，大家講，我沙皮下是冇半幾線到咩？咁個後來還有機會做得出專輯。出專輯，係啊，該社長係咪都後悔冇線到嗌，都好用。好用係乜？如果家己講到正經係種像高中啊，也係講太好地位，嚴沙正係所有學校地位嘅青年們咧，社團嘅阿偉倫人。頭擺做學生嘅家下參加呢啲。學生嘅時節參加青島嘅社團，還有參加嘅康普社，康普社做康復社，做帶大家嚟教法通啊、噴法通啊，也就用嚟帶團康活動，還有加講到熱音社、熱舞社咪有，因為我自家當喜歡表演，故所我就想講去同佢康復社呀，咩康復社、熱音社啦、熱舞社，啲嘅學習樣板嚟唱歌嘅，樣板嚟跳舞，以後可能就有機會做得同舞台上唱唱跳跳啊，安尼，也
也對，還有去班級聯學費，還有內學費，留學教來判罰通安尼。不過兩下曾經看到阿維倫哈，大伯來後上台上講，我吃到雞心哈，我都可以不用講話，應該是走在點點。講希望其中已誒多發圍人來。跟咩是東北中北強嘅？啱冇講過，阿基嘅一開始要講到佢參加動貼片嘅沙團啦，大家分享一下好冇？要做很多赤行茶沙嘛，吼，韓國菜地做嘅本都呀各種太好，神嘅呀嘅部分嘛，像各種做參加貢布沙，嘅貢布沙做會像我線呀嘅貢布沙，係因為細時就有咧貢布有接觸到，因為哎呦，學校竟然有貢布沙呢，好啊，跟住出接就嘅無天意機發出接就揀呀嘅貢布沙，還有像這種時間開始去發現到哦，原來貢布還有按到乜嘅有下乜嘅歌嘅啦，韓國人都用嘅去留言啦，這種時係記得係政治太好嘅學生嘅研究嘅學生嚟做呢嘅沙頭嘅先生，係指導先生。嗰再嚟做一個赤行茶沙，高中嘅赤行茶沙，嗰陣時候因為老母卡嘅爸爸媽媽親份之下嘅起赤行茶，後來看到哎呦學校。其實嗰陣時蠻有開始，係沖沙嘅沙種啊！哦，係啦，啊，就因為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參與一個赤行茶沙，都係我畢業嘅時節，因為我有讀到係一個正業學校嘅，我畢業時做一下專題嘅製作，就自家作為一台赤行茶。哇，啊，再來就係都係太會時節參加一種係內學費啊，內學費就開始學到一呢個拍法通嘅一個部分啊，韓國嗰種時係記得留學長學子，韓國帶定一個學體學妹去苗栗來去參加一個很多養成嘅法通。哦，嗰種時開始培養一個主持嘅嗰種能力咧啦。韓國工人消化能力，哎，這樣不是。那有聘用成功咧。我真然知道呢個能力吼，應該對高中太學家就要攞去鍛鍊。有冇多啲好閒才嘅能力？我家真然係有做過沙種嘅人，也係請嘅設計演員，看起來當槍沙種嘅人來講。我看起來真件有做過沙種，我老太家小幾下，我做你講係沙團牛員啊，嗬，因為你係真件咧。你們懂到嘅沙團，然後睇下嚟詳細解說一下。第一呢就係慈愛社，佢係愛出動有愛心嘛。故說呢幾時節這麼嘅愛為你品啲嘛？係因為幾個人都動有愛心。故說大拜吼，地都是準備動到攬搭嘅。我就覺得哦，可以去那邊吃零食，好開心啲嘛，嘿。冇關係啦，其實嗰種廣東社就只有天嘅。跟住慈愛社，韓國就後來動到嘅手語愛鳥，嘿，再過來呢，我就想講哦，可能一樣接受愛去做動到嘅愛心嘛，就是有一點點的，有時候會覺得哦，好累哦，這樣子。就去到你看熱音社愛鳥，因為呢堂公演熱音社，你睇下都講好懂懂語嘛，吼，因為做乜嘅欣賞懂演導。就想講哦，來去吃寬啊好咧，唔過後面演戲嘅時間就欣賞就真嘅係懂演導，但是都冇插演力。故說我弟弟我都冇好多乜嘅東西。要走睇咧，就走睇咧，走睇又來到哪一邊？來到家政社。家政社係因為太家真嘅。我用那種聽風吧，就是跟風，馬上去那邊，演你出去那邊愛用。不過佢淨係知道我自家對家政冇乜嘅專業。不過後面去到嘅時間，你唔會練東西嗎？我找到我的專長了，來太寬，就係我自家練嘅。哦，是不是都內定下？跟以後你大夫嘅全部來都拿唔到，他不能做唔得啦。哎，我做嘅槍坦白總不強，假是講天意法就攞去練去啦，然後嘅飛馬因為其實就懂史行，就是那種好像沒有縫很細，但是有線的那種感覺。嘿，嗰種我氣概就是哦，我都是漢比較家政社。他好奇嘅就下背嘅。哦，下背後來我夾嚟講吼，籃球衫係我真係要揸做呀沙種，成都做得啦，成都做得。我懂，就是驕傲嘅事情。傻皮哦。嘿，因為做乜嘅我做沙種呢？因為嗰時我懂我跳嘅籃球機都會拿到高分，好多欣賞就會。我現在講到有點排斥，我現在想在前面做一下沙種，然後我們就一下恐怖沙係因為去到邊間離行嘛，睇下會對個隊服，知道哦，好喜歡這個條路，嗰時候就有入到嚟亞沙團的，前面就會台大吉他社，下面係我T100就會上去同認真嚟去搞亞沙團嘅100，因為張底下公演嚟其他嘅學校，還有其他就是。
不止台大的人，还有其他學校全部感染來做下吉他嘅社團，就是都懂成詞，都面色都懂得培育。跟人家還會彈吉他。我呀，我會那個T1、2、1。好，謝謝。好啦，你點點。對不對？老師個做練起來，自家練起來。對。我本講法，不過咧，後生談講吼，家有6屆已經動到，了哈拿到像彩蛋形容咧。冇錯，頭先講你係達人是嗎？那我應該是達人中的達人。哎呦，兩篇群度要7張要冇？係兩個分界團嘅。誒做下咧講嘅國小嘅時節，國小3年4年參加學校嘅叫 Q3。我開始踢 Q 比賽，喺度出國咯。係過咗5、6年先參加合唱團。啊，國中嘅時節咧是參加管樂社。啊，開始到管樂社嘅時節，我係社長，係指揮。比你看到沙皮。嗰個咧，高中嘅時節是參加學校嘅嘅，頭先有講過嘛。本來我嘅學長哦，幾時上過？學校冇了嘅社團哦，幾時係創社。咁個學校要規定啊，嘅要創社有基本人數嘛。幾時講？你攞調音頭，啊調名你是做得走咧。結果咧，去體育班是本線上指定個，你調嘅乜動好啊？你按到副社長。到過咗3年生嘅時節是變社長嘅，嗰是國標社。國標一段。等一下。是國中3年嘅時節，開始應該讓我哋學校派 Q 出嘅運動好，啊叫我開始學長叫佢畢業咧，其實講我建立畢業咧，冇下咧冇建立冇是你興意做時候咧，是安尼，佢其實講反正我該出去比賽，你咪做啲長假，可以請公假，那種合理跟你做，該派 Q 出嘅經理，做下咧是台後時間到大家強用，一聽話佢該熱音社，迄個因為高中嘅時間，該要到拍咗學校嘅同學叫做強下地位爭樂團，所以我開始台後嘅時間是本合作講，今日做個樂團，夢兒是攞時候咧。不過去到改編，他們玩的那個曲風唔係啱好嘅啦，所以有台後2年生是就應該進去動好嘅勁舞社，就一條舞嘞。可能那時候取名有一段關係。社團時間管理大師，參加安都冇叫人社團，難怪現在就是可以分身，到處都看得到，好像一樣。我最尾本人演鳳咧，了會講下這個學生嘅時節參加國內的社團好冇？我嘅社團就冇乜嘅東西，不過今後呢係我個小嘅時節啦，嘅暑假，因為學校就會嘅暑假嘅社團嘅課程，跟住就參加個吉他社，跟住啱3年，我同我啲同學，因為嗰時暑假咧，我就因為見落雨嘛，梅雨季節，嗰陣我就提副卡水務，一9點上課嗰做呢，9點到10點就說，可以啦，10點未，冇去嘅，嗰陣我去體育堂嘛有最尾一堂，喺我個小嘅時節參加個吉他社，後來係喺高中嘅時節啦，我就前面講話，我話夢一好以前我就去團配學校嘅學長學姊嚟教音樂嚟教樂團，我後來就我就有幾多嘅朋友嘛，強介人就講我就唔定係我同埋強介因為我係學長啊，因為可能同學長同學姊強下教樂團，嗰時候人想講哇，如果唔定係強介，後來羽毛球賽喺高中嘅時間。各種嘅時間每年都特大，因為各種就係90%的課程都在上羽毛球，用板。整個時候每一年都會打羽毛球。大家最 T P 嘅就係嘅台灣文學社，因為咧有啲人嘅欣賞就係嘅陶瓷拍嘅社團，嗰個社團咧整件係因為係關學台灣嘅文化。嗰時候你看啲相片，跟人去部落探訪嘅相片，當然係舞台哦，然後係拉手跳舞嘅演出名嘅文化嘅一種。表現這樣子，嗰時候啊，人哋每擺出去唔單唱係演出面，還有客家嘅、河洛話嘅全部嘅文化，台灣文學社地位都簽喺度，人哋歸來還有證書哦，都得做備審資料。我知道吼，跟阿燕鳳就講對兩太學生嘅開始吼，參加無腔嘅社團，了種係正經做會出去認識無腔嘅台灣嘅文化。對，你坦白了下。假使你正經喺做傳播人，有人講這個啲那種族群嘅平台地位，正經都有幫助啦。不過大家都係想一下，觀眾朋友們想下，自家參加過哪條嘅社團，哪條印象最深刻，先來經營團係後生地合法過後，我哋繼續來分享了。歡迎來到後生地合會，唔知大家有參加過社團冇啊？今日我老大家分享3隻落社團有關嘅合會了。第一隻社團，
當當然讀書家下為參加社團。第二則活動發動，社團都能接上為期盼，當到sen詞嘅發動。第三則朋友，參加社團為交到冇強容兩位嘅朋友。後生第下位，你上來了。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上一台是問過大家讀書家下參加過哪一條嘅社團嘛？唔過你下可以請大家來分享下，你參加過按多嘅社團，一定有唔學校嘅部分嘅社團社長王。理解，沙眾王，沙眾女神，分享一下。我係知道最重要嘅就係做啲交到同到嘅朋友，像你一下，因為嚟講其實都係同一學校嘅呀，但是因為社團嘛，冇強班，大家就會強下啲地位，如果說到你一下其實都同學，有時候就會因為社團嘅關係，因為社團就係同到興趣嘅人嘛，大家強下，嗰個話題咪嘛強用到嘅咁樣。因為是到講喺參加社團，係比較講平常時冇啲兩個內行，也係講兩個辦事嘅時節，是做得搞到冇強用，類似冇強用兩位嘅人。錯，冇強用兩位嘅男朋友。哎呦，哇，沒有，哎呦，懂好，他意思就講見萬人做做得，冇對頭嘅啦。好啊，係好就做得啦。咁個按呢做當好啦，咁個阿基賢來睇下分享下，而喺參加社團喺呢度可以交朋友嘛？當然咩係啦，嗬，韓國就係中意嗰種嘅氛圍，中意嘅氣氛係做當好。乜嘅氣氛？就係大家一種較強下一種氣氛，像一個你學費啊，你辦嘅發通嘅時節啦，啊，就會做講雖然啊，你啲事前會準備同到嘅大細發通啊、遊戲啦，呢度嘅事情啦，韓國會跳乜嘅太妃嘅舞蹈啊，人哋會啊，有冇強下跳啊？都得跳一下。什麼？跟陳漢典講嘅啊，先不要，就說了先不要，有冇？叫還是冷笑話的部分。有咧。啊，當然出係講啲嘅攀嘅發通嘅時，最後輩係講要攀即係講成功嘅時間，所以之後講非常有成就感。雖然講幾兩年一樣，可能會受講啊，學體可唔可以係咪啲動案會發生乜嘅臨時嘅狀況，叫嚟處理啊，用擺型咧，結果把一個兩年也過睇一個後出之後講，哎呦，一個呢個學長學子啊，攀到親成功，其實會俾呢種眾場鼓勵，韓國一個歡呼尖叫嘅時節，哇，跟住之後講非常的出得嚟，就成就感。那現在俾你眾場鼓勵，成就感。點滿，啊！呢件世界最高。啊！你讓來分享下，你做乜嘅想嚟參加呢個社團，係因為啲有乜嘅東西本處度，好有經常經驗喎，好像想到嘅親密嘅感覺，一直想要回味。我是從理解喺個基現嘅強融啦，是係交朋友，冇是辦法同嘅，因為我各種嘅細節條上面有講到，我係對個學生會嘅信任變做會眾，所以為到勸教嘅學生嗰個天資，我是非常什麼大病嘅，而判動到台興嘅發通，所以是冇限去上課。你動作得是先機呢？我為到全世界、全社會人類嘅天資，我過不咗，我怎做得按用心記出來？係，我唔係為到我自己。冇辦法，冇洗粉身碎骨。好啦，講正經解釋係因為辦法同嘅世界思維就當團結嘅感覺嘛。韓國有老社團嘅新人幹部強下來打拼，一邊打拼，然後一邊可能打嘴鼓。自從了下你出社會了後啊，韓國嘛嘅做條路嘅世界嘅感覺，當好嘅回憶啊。就講睇下強下來做一件事情，用黏稠嘅感覺，有一種凝聚力嘅感覺啦。咁個參加社團家下一定要半年遲到哦，一件上當先嘅，不管係好嘅，亦係唔好就搞砸一件事情，排嚟當好嘅事情，咪半年遲哦，個到30年過後，講強4年過後，
哑巴跳摆用摆，喊做得继续穿下去嚟嘅，後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冇？其實哦，對我來講，印象最深刻係台風嘅時節啦。嗰時頭先我講過嘛，台風已衍生一條舞。哦，嗰時因為台北市辦咗跳舞比賽，所以咧，因為唔啲馬上要喊，嗰啲事情要喊已經掉起來，唔講已跳經驗性啦，唔講已跳埋風格啦，掉雪糕沙去跳一跳舞。我嗰時哦，物界上翻全部加入去啊，本來想講去參加一下所咧，冇想到結果喺拼盤性上咯，大家全部都動中意哦。你啲嗰時要動到好高，跳個真係動好。我哋睇到第3名，真是係我哋冇想到嘅名啊！嗰時青菜跳啊，冇講青菜好冇？嗰時真是冇人冇人咪冇去上課啦，係啦。不過真是大家橋下班先兩個時間動好啊，因為我哋坐前面去嘛，喺睇到第3名嘅時間，那係在動台動真是按台咗個 key 哦，而家前面站地圖嘅時候講台 key 嘅，你行來行去咁動慫啊！我係其他嘅種，挑戰啲聲音都在做乜嘅東西。咩沙係雪糕沙？聲音都喺做乜嘅東西？好東西 T3名樣咁拿出嚟。大通一3年講解，梗係講解，咁講咧，你圈英講解，梗係咩講解咧？哦，真緊啦，就是那個路障。冇講，大家好咧，好，家下有兩聲音分享，可能係時間好沖然掉啊。不過吼，你採從最後生嘅阿眼鳳，應該印象很動深刻，因為係冇結局嘛，老大家分享一下好冇？聽我們說，就係嗰陣時參加喺台灣文學沙，因為人哋學校嘅非常特別的人文獎到樹德人文獎，嗰陣人哋嘅沙團就喺附近人哋學校嘅頒嘅人文獎嘅頒獎典禮，嗰時候我係時常啲人哋睇表演嘛，嗰時候想講，就本來做嘅演出嘅企劃，嗰陣就想講，哇係按好嘅機會，我來規劃一下聰明嘅講，嗰陣係開場嘅時間就同人哋沙員靠嚟唱一條歌曲，係線上線上嘅研究他鄉係故鄉，上半嘅新著名嘅阿妹。一條歌曲，後來咧中場嘅演出呢，唱嘅台灣主曲，仲有客家嘅主傳就唱藝設計嘅歌啦，記得佢嚟，譬如嘅河洛話嘅歌案到望春風，還有演出名嘅盧凱的姑娘，最名嚟從島嶼天光嚟回應嘅蚩尤嘅一個議題一種歌曲。哇！表演後咧，大家就講哇，該真調，該學堂，該厲害，該享受。嗰陣時講，本來演唱該成分，大家聽下完成嘅該完整嘅演出。真嘅，像阿眼鳳那種，就是對自己的自家太好嘅人生有一種深秋嘅感覺，理想嘅感覺。不過在高幾咧下，行喺繼續有攀進度嘅演出啦，我想應該就會佢讀書嘅家下就開始慢慢的培養。我知道懂到人其實唔係自家做嘅乜嘅課，人乜嘅呢事情，就結天講自家hand敗做乜嘅事情，點都唔係參加懂到嘅課外嘅發通家下，將來潛到自家興頭，對乜嘅事情有興趣，去慢慢的培養。不過阿偉倫，聽講人家嘅故事，然後一開始講到嘅故事。我相信咧，奧利度嘅都係會俾大家 content 咩奧利度嘛。我之前高中嘅時候啊，嗰樣是練加講業務上面練跳舞，真嘅練到幾年嘅奧利度。用白講，嗰時候冇基礎啊，嗰個時候我大家一開始去學習做練乜嘅律動，律動就幾年跳空一隻啊，幾年1點鐘都跳空一隻律動，有上時一個禮拜全部空嘅律動。嗱，嗰樣是記得啊，嗰樣是學嘅胸脯嘅，按你來抱起來，要按你下來，抱起來。好了，按你做得我哋讀不切喎，按你來可能係又來到都市啊嘛嘅，嗰個一兩禮拜，因為全部都共用嘅律動咪好，嗰一兩禮拜幾年嘅我哋讀，我都像那年本嘛個平嘅樣嘅，後來就想講，先停下來，唔會練咧，唔會練咧以後咧，做好嘅咧，做唔係好嘅，唔過，然後對於觀眾朋友講，唔假設上一車上我哋讀，做用用戶嚟練律動，我俾講，以上言論代表佢自家先啲，冇代表大家。咁講啦，既然講到呢律動嘅部分，我相信大家都當上嚟看。真嘅。好媳婦也要見功課 music， 沒有 music 是不是？好啦，可以做一隻8拍看呢哈。我想一下哈，5、6、7、8，1、2、3、4、5、6、7、8，好尷尬，跳啦，再多。已經講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勁舞團呢，勁舞團。唔加 combo 係咩？你做下5、6、7、8。
5、6、7、8，1、2、3、4、5、6、7、8，做得嘛？好，再一抖，好的，跟上来啊！5、6、7、8，1、2、3、4、5、6、7、8，哇！倒数，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再给浩生一个掌声鼓励。国标舞一下，可以啦，我想看国标舞。那走两海有没有跳国标呢？我用聲音，有啦，真緊要。咁個前幾日睇真係講到嗬，即係沙灘係大家讀書家下當應嘅會員。咁個觀眾朋友馬上肯出社會過後，肯係會繼續參加沙灘冇？你參加哪條沙灘咧？等下繼續，然後大家向下來分享了。那今天這兩位要結婚的話呢？好啊，是 Q 我嗎？我們不好意思委屈一下艷峰啦。你可以看艷峰好嗎？哎，今天那個李呂聯姻，親男呀，親男呀，他為他奶奶想離到想離耶，想離到想離嘅，李富聰改對。好啦，唔該搞。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上一團人問過大家講，所以講喺參加嘅哪一條沙灘係自家親有心頭韓國親印象最深刻嘅沙灘經驗。唔過出沙飛過後，大家都知嘛，親無限。那有可能去參加乜嘅沙灘？唔過你遲到你出沙飛過後，有哪一條嘅事情係因為好啲你頭擺要參加過呢條沙灘，呢下仲要辦法來解決佢啊？後先。因為咱年齡嘅感覺真是好得要參加沙灘啊！因為哦，到兩下都用得到，所以剛頭先講過，國小嘅時節有參加過合唱團。合唱團咧，是為教你用班有讀書調戲，然後讀書用力，還有教你嘅共鳴腔嘅轉換。你對我哋唱歌來講係真是當重要一件事情啊！誒，咪係因為愛用因從起受到當正確嘅練習，所以咧後來人要去參加比賽，本大家熟悉機會啊！我呢片吼有一個繞 Q， 做得冇？像喺阿里嘎哈，完全都了下，唔定用半天用丹田發聲嘅，根本找不到丹田吧？你完全聽唔懂丹田懂哪一部呢？沒關係，他先假裝他不會，好不好？你總得教一下力嘎嘛，用半天用讀書。當簡單，來你兩下咧，可能你感覺有一隻芥蘭定業在地圖。地圖。就口就一個雞蛋在嘴巴裡面，然後握住，有沒有後面的喉頭有點打開的感覺？有，對不對？再來呢，你現在看到正前方的尾輪，佢真是動定一鬧到為時，佢搶一千動球魔彎的，還那裡賣嗨兒賣買東西，真是馬雞，大聲的在肚子裡面罵一聲，有沒有發現肚子在用力？因為跳唔過有嗎？讀書會用力哦。那個當下你激動的那一下，那其實就是丹田。哦，我要我唱歌。沒有，不一定嘛，按照讀書用力。哎，沒關係啊，就是算了，我覺得算了，不要教。都有兩種考上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係啊，學到聲音咧哈，我們都是沒關係。要學到聲音，冇學到聲音，附近冇按火啦，好不好？我除睇以外咧，誒，沙下啦，還有一招是，頭先講過跳舞兩件事情對我嚟講咪動力用處嘅。但是台河時間，因為我要老大家講我係土團嘛，一開始土嘅時間學生啊，記得是個畢業旅行。那畢業旅行有一隻共通嘅地方，是暗部頭要買。營國晚會啊，平常時土基都嚟到台嗰個台這度暗部頭上邊土基都跳舞嘅人，有時哦，我哋行去上去看下跳舞本基都要看啊表演啊，所以有解釋哦是講，哎呦，好等我學過點樣跳舞，唔敢講跳到當好啦，不過咧，本。很多的時間就在上去騙兩下，一個動袂動跳動強啊，動好啊，所以開始哦是感覺放心啦。一撒皮哦，放心，然後就因為你看，你只要能在一個完全零基礎的面前，你是有開心的感覺，哦，愛動放心。所以只係跳兩下，跳3下，第3下是哦喲，要適可而止，見好就收，沒錯，見好就收。像阿基現大概就見好不收，按樣子走。阿美倫嚟講，行自家出沙飛過後，你知道哪條嘅能力喺頭擺就培養起來。那自家喺花，其實
出沙飛以後啊，我記得之前有參加東島沙團咩？嗰個出沙飛以後就開始看冇時間好參加，主要有2隻部分啦。係因為主要係因為頭擺參加沙團係因為就唔是錢啊，就唔是錢。緊緊要太好，要係各種加參加沙團，你只要繳那個材料費。對啊，還有個線上嘅費用學校沒有讓人補出啊。跟一下咧，你去健身房也好啊，你去注射咧嗰種老闆煮料理嘅也好啊，全部都要自家付錢。還有咱啱啱講到冇時間，你出沙飛以後再做些咩？以頭擺學生嘅時間當到時間，那用時去做的，一下就冇錢拿唄。你做哎呀時間還做唔得，嗰隻時間還做唔得，佢全部錢就浪費掉咧。係真嘅，講到係浪費錢，就係以上有很多鄉里嘅。沒挨吧？唔過今名就一隻試聽聽，鼓手大家就第係咪？因為要加嘅教練課，一對嘅教練課，一堂課前兩個橋，會2錢嘅，都一下萬一上過100。冇啊，我冇講你啊，唔都話鼓手吼，真嘅看出沙飛過後，要講結無限就結無限，那要將頭擺按要上到做得去上課就做得去上課嘅，眼紅咧。因為他們還在社團 ING 嘛，還跟沙團社辦的燃燒。好低哦，鼓手因為他們係重用太好嘅吉他沙啦。鼓手係想講，其實喺高中教沙團還有太好教沙團冇強嘅概念嘛，因為高中時較冇錢嘛，時間較有限制嘛，鼓手太好險下啦，就辦喺時常嚟那邊表演。我看到注意嘅吉他彈唱嘅比賽，可能高中上班的啦，或太好上班的呀，看到路上有人高中上咧，募款懲罰啊，就我們拿下錢好唔好？支持一下。然後嗰度嘅還有因為台灣文化上嘅關係，本來個熟悉個會關注人台灣嘅文化，嗰上一條嘅經驗嘛，變咗係險下牙齒㗎，啱慢慢喺社團 ING 還在學習更多嘅東西。真嘅聽歐巴。他們團 ING 跟 ING， 嘿，對，你有沒有想過我們這邊大米一輪？我想到哦 ，OK，好，謝謝我們 ING 的部分哈。如果講到景點的部分，你阿平除了那個一腳以外，你阿下全係出社會概念。如果講到出社會過後，要對我哋想話對頭擺學到嘅東西，拿來自家你下可能係做頭嚟講，都到人事嘅關係，用辦先去解決佢，可能係頭擺。你係唔會參加社團要用到嘛？啊，之前做嚟老大家分享。所以真嘅有非常嘅有用到，所以啲舞台當中拿麥克風主持一件事情，賣鼓啦。賣鼓啦，拿賣鼓一件事情，因為你都要現場嘅炒嘢嘅現場嘅氣氛啊，係啊，炒現場嘅炒肉。來，睇個老鼠變到空中，來 put your hands up，耶！停停啊，冇嗎？冇停停嘛。所以嘅炒嘢嘅現場嘅氣氛嘛，韓國真係即係團隊合作嘅一件事情。哦，台灣人咧辦法通，你留同到嘅無區樣嘅人來協調啦，時間啊、地點呀，對位嘛。嗰一下人看出去冇俾主持嘅時間，你會發現到，哎呦。然後大家無區樣嘅啊嘅專業嘅人士，你向下完成一場嘅發通，嘅你看係咪冇咁簡單？佢就係展現你嘅專業嘅能力咧。係真嘅啦，唔過家己講到喺炒嘢啦，氣氛硬，感恩佢講人少講。一張係看到阿基賢等於人少。佢漢白就做得出去太搞好，我係講人少講嘅阿基賢。你昨天做一本書咧，如何教你每天都有100個冷笑話？每天100個有點多，佢做得啦，讀唔掉。咁個講前幾日即係頭擺學到嘅東西，都出社會過後，假使你前幾日到啱嘅頭路行，要用到，因為知道好得好菜、改菜啊啲種要冇？係因為我頭先咪就講到，我高中3年盤嘅動作嘅發通嘅，所以是要學到了解能力，像埋規劃啊、某時出行力、系統啊，還有老人溝通嘅能力，所以是非常好嘅用到我嘅體育條路，所以喺家電視台裡面地陪獨做嘅節目嘅開發，所以是為了來賓溝通打電話寫劇本了掉，韓國因為做會長咩，要動到機會做得啲嘅同學生嘅面頭前講話，所以咪要學到主持嘅能力，所以啲嘅奮力主持韓國開發當個咪要
动好嘅經驗啊用因。奋力主妻的部分。嘿那今天这2位要结婚的话呢？好啊，是 Q 我吗？是 Q 我。我们不好意思委屈一下燕峰了。你可以看燕峰好吗？哎，今天那个李吕联姻，屡連姻，亲男呀，亲男呀，他为韩奶奶想利到想离耶，想利到想離嘅，李富聰解釋。好啦，冷笑話又來嘞。哎，冷笑话又来。不过韩版这个先练习啊，韩版情景假使有丽丽、梁凤。那个正音的部分，結婚嘅部分就係先練起來。不過最尾部分理解嚟講，喺遲到到呢一下，你知道到呢一下人嘅做事啊講人生嘅方面，有頭擺參加社團學到嘅經驗。其實好多經驗嘅，尤其係都恐怖殺嘅時節，因為恐怖殺就會帶同氣氛嘛，好像呢位主持啊，像嗰啲教學啊，要教小朋友，嗰時就不用 put your hands up， 反正睇下嚟到演出就有嘅熱情啊，就動從嘅。係，本來我其實我咁樣動到嘅社團嘅，喺我面就會知道其實動好用，做乜嘅功點哦，因為我有買熱音社的主持啊，什麼某空用給主持嘅時間，就我是以前那個什麼什麼社長，靠關係，太美了，我把殺中，所以我現在每一個活動說我是什麼什麼社長，就會有太尬咗，用拉近跟觀眾距離嘅感覺。應該知道俺用做唔得呢，因為當歐巴，一下就會逼空啊。歐巴殺中啊！前幾韓版有嘅歐巴發通嘅時間咧，做嘅潛力㗎。對面叫做偶像吧，殺到。偶像吧，偶吧，要偶像吧，偶像吧。你用雜雕腔下去主持下好啦。不過講真嘅啊，講參加社團係當然從細到大嘅回憶，甚至有人了下，不管係出社會也好，閒啲嘅學講係當啲嘅參加到社團。唔過有啲嘅社團看看，樣會變做安尼咧，無法度理解佢咯。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向下來分享了。高中時真係唔係恐怖殺的做法嘅，入邊係佢不要以為自己年紀小，不要以為 ING 就按一個號。很多女子團體韓國改動，sexy 改舞蹈係啊。你是不是很想加入？非常想嘅家業，不過我總得我智障，所以唔可以打手牽好咧。冇啊，人家對面是有隻沙。我今日有好多。為什麼？我今日有好多。兩沙，一口聽，2、3口聽。一條片調200是甜的呢。3個吧，3個吧，3個4咧。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上一團是問過大家講，自家知道講，你出社會過後，有哪條頭擺好多嘅社團經驗，都唔知道，呢一下係用得到。唔過到一下，可能看到有啲社團名稱，你實在問嘅，到底一個社團係啲嘅做乜嘅，討論乜嘅，學乜嘅東西，請大家來分享一下好唔好？比如你知道哪一隻社團，你多見係唔啲？啲嘅做乜嘅？先講有動到嘅社團，看佢嘅名稱，然後嘅目的性，就一看就啲嘅。比如講，我主設嘅烹飪社，我跳舞嘅捏布沙跳舞的，這很理解。有一隻社團很多通漫演習社。通漫演習社看名稱啲，然後通漫動漫有關係。唔講係去甲想講，佢同動漫有關係，就睇甲看漫畫咩？佢做嘛有一隻社團，睇甲向下來向下看，跟住就頭去甲頭部甲看最好嘅啊。跟住有乜嘅好一隻社團咧？有冇乜嘅東西好學習？唔係講學跳舞啊，學主持，學乜嘅健身，你就冇就漫畫標模給看，啊你要做嘛？我完全冇辦法了解。我知道我家中嘅就種，唔咁係結通啊，2次元文化。講結通嘅，即係當槍有啲係文學生嘅概念嘛。你講文學生，你知把咩做嘅啲錄卡都自家看小說，自家看散文，做埋個睇下強下。做埋個睇。點樣冇法度了？好啦，我知道只會講，其實可能會強下嚟討論講，做埋個啲角色，啲片會按樣嘅設定，用劇情做埋個會按樣嘅行，甚至係講，啲地位都係有低調嘅彩蛋，做埋個叫佢按樣嘅劇情嘅設定，有啲係唱天樣嘅研究社，雖然係了解，我係做係唔喜歡。冇關係，主動技巧唔可以去參加，唔係研究社嘅阿眼鳳咧。哇！高中時真係唔係恐怖殺的做法嘅，入邊係佢。哇！不要以為自己
己年纪小。我以为 ING 就按一个。原来高中的时节啦，因為高中嘅開學嘅典禮啊，下主條就係沙團嚟表演嘛。我就看到幾個恐怖沙嘅學眾學者喺蛋糕、勁唱歌、跳舞、喊口號，喺想講，原來係這麼嘅啊！後來當地個，唔過佢哋沙團在選社團嘅時候，已經按當然規排佢哋嘅恐怖沙嘅人哦，係咪一定係去拜火圈什麼嘅，係咪唔知係這麼嘅？嗰時候跟住想講哇，有時聽一前嚟，跟住想講，十八乖乖，十八肉熟，唔講啱啱啲嘢啦，啱啱話嗌咩輕一前嘅人，嗰時候想講哦，啲嘢可能係啲係咪嘅意思？我可以講他拜火圈好了嘛，那叫引火神，該係當中嘅一個事情嘛。係跟住嗰種嘅，唔過呢一片要當到康復社嘅設計下聲音，大家含住嘢哦，係大家含。跟住係興火神嘅聲音。我嗌啲啱人風嘅意思講，我係而家上探熱呢個學校嘅先生，你講就當到當後期嘅東西，要一下要按到櫃台前嘅學長學指導，按面條先按用去當年新嘅時間，我說天哪，我真的是會被嚇死，錯這個從鏡頭嘅感覺，形成嘅角度嚟講，就會講哎呦這些。是剛喝多少？會怕因為感覺，後先人自己來講。其實哦，我係感覺學生時節嘅社團哦，佢本身有一隻意義，存在嘅意義。即係因為大家強校一隻東西啊，冇係形式強用啦，因為掉強下，本身係正式嘅理由，然後素材，像跳舞學跳舞嘅是有熱舞社哦。好重歌的是有熱音社，啊好下 K 呢是有奇異社。哦，沒有都熱奇社，你那個才叫熱奇社。你這樣講。嘿，不過點解你學講咧？有時喺大學時節有一隻社團，應該唔記得叫正式名係乜嘅？因為正式當台灣英雄當慶客，應該就跟民俗技藝應該這之類的。民技社，民俗技藝社。我正確名唔記得啦，不過叫正式在做乜嘅？他們跳的是秒地圖嘅官將手。哦。啲學講咧，正式嘅乜法團嘅時節，佢哋咪會出來跳哦。係，我感覺喺講鐵邊，正式我感覺了只動河啊。不過正本來上摸嘅哦，是大家學搞地圖是有買宗教社。一群人湊嚟改片。點嘅，我真是唔知佢哋點做。東洋，其實咧都當場要到一個學校啲背圖上係基督教要當個嘅團契、團契嘅法統，即係講本體真係可以了解到，誒呢禮拜你自己過來好冇？因講呢樣用乜嘅方式來改善你自己嘅身份。要到有場冇強用嘅宗教，要冇強用宗教嘅其他嘅方式，假定一種方式本體好難認識，誒可能你自己不拄到乜嘅狀況，因為講拄到乜嘅困難嘅時節，可以尋求不一樣的位置嘅感覺。不過雖然睇下唔啲嘛，我們就好尊重。尊重。我講緊只是唔啲啊，我講緊尊重啲。哎，就像你會尊重那個呂偉倫的存在一樣。我很值得尊重。唔好講正經啦，你下大家睇睇嘅人就出社會啦嘛。個假使本意國托業班，想嚟參加，你下嘅情況嘅之下，你想嚟參加乜嘅社團啊？例如，我雖然你下冇幾多時間就在參加社團，不過我最想嚟參加嘅係讀書會，冇是天然社，係咪不同嘅書性？等一下，讀書會挺下課嘅呢。喂，冇啊，四禮拜可能看埋嘅書啊，韓國冇埋嘅天然，大家知道在分享。完全冇想去幫我。嗱，喂，嗰時都好教啊，好啦，我尊重你。好，唔是參加，唔是參加，冇。係乜嘅？韓國我是未當想參加，你都學語言嘅社團，是不是都很勵志？係。咁講我是都係啦，係好。咁講語言呢件事情是係，我是都打3年上嘅學嘅目的冇強容啦，可能有當年上嘅對話，可能有當年專門去考試了掉。韓國挑戰看到你就按會跳舞，因為寶哥每當西漢嗰種很多女子團體，韓國嘅都 sexy 嘅舞蹈係啊。你是很想加入？我非常想嘅家業，唔講，我總得我智障，所以唔可以打手簽好咧。冇啊，人家對面是有嘢沙。我今日要好多。為什麼？我今日要好多。兩沙。
一口甜，两三口一甜。条面调200是甜的呢。 3个8， 3個8，3個4的分咧。不過正經啦，應該是想去學跳舞，嘿你朋友線上都在教你，好線上好清楚線上哦，絕對要目睭係放進來。不過正經啦，講到呢個參加社團，可能動已經出社會過後，可是功能取向，其實冇係功能取向講，可能喺行擺做些，其實有啲東西可能用到聽一種單純放鬆。 因為應該跳舞嗬，壓力挺大咧，應該上嚟參加一些可以做得運動，像羽毛球啥，即係講乜嘅其他球類嘅啥，做得好本來好甜掉，哦，真係冇卡做得變好輕鬆，跟阿基顯設計咧。哎呦，我上個一個揀嘅社團哦，很多有綠茶嘅社團啊。哦，錯，仲係因為我會騎嘅變速茶嘛，就一個單車嘛，你想哎呦揀一個綠嘅頭擺嘅變速茶嘅社團，啊就單純揀一個免術社團啦，韓國嘅金龜茶嘅社團。 因為你講高肉茶哦，就係講需要一點門檻，就係講嘅褲腿要拉長，係啦，啊我一下就意思就係阿基顯一下褲腿要拉長，盲層啊，盲腰層，哎未來想講看本次架看3年內，就得來買一台啊嘅金龜茶來教識看嚟喎，哦，一樣係做個就係我做都係香酥嘛，都係感受一下呢種氛圍，韓國再來嘅，每上我揀一個。 拉丁的跳舞社團咧，然後啲啲用咁樣哦，要發面，因為咪同學朋友嘅拉丁的型哦，韓國有看過嘅藝術家中意嘅 YouTuber，佢咩要揀一下嘅拉丁嘅舞蹈嘅沙，如果揀嘅會跳，做其實咩係從人沙搞舞去搞朋友咁樣，韓國最重要一點係乜嘢？做啲顏色嘅身材當好嘅細模誒。 講到貴欠蛋，乜嘅羅叉沙團啊，這個只是啊，沒關係。又係加熱雞條糊嘅，用不用啊？可以用鹹條，可以用鹹絲，全係冇人，全部細模嘅最重要。看細模係就係嗌充電嘅，嗌地大家就地好，前面大家就講到青島，即係講參加呢度社團，喺講頭擺都了下見，甚至後來以後有可能參加嘅社團，就講參加社團咧，做得本大家嚟培養興趣、認識自家，韓國搞到無共用兩位嘅人，咩希望大家啲社團啲度好多行那度設計、販賣、用得到嘅技巧、留能力咯，我記得咯，下禮拜咁嘅時間繼續嚟收看。好上睇上股，要加睇上股，等嚟聊聊，拜拜。老古人人講，有人飲酒，有人飲豆腐，社團就係一群飲共用事情嘅人組成嘅團體。社團發通，除咗做得探索自家、尋到興趣，也做得因為老無共用嘅人相處，學到無共用嘅能力。係講唔多見。忙實參加過社團，也做得去試看下咧，相信你會有無共用嘅新想法喎。